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连咪安尼读这个《龙德刷》，龙德刷是东方白先生的作品，伊甲台湾头一位女医师带把未来啊，讲听，要来读这个《德刷》第二部剧是《德》，读到真正甲读完。所以顶悬这个连结是迄个啥？戏出啊！我感觉已经前一阵仔刚拄看第二届吧，我袂记起来。感觉戏出当然有戏出迄个趣味啊，小说有小说的趣味安尼，无共款的享受，敢会使安尼讲，这是干扰。所以重听哎，这是另外一种无共款的气味安尼。好，我dit尾啊，这个第12集啊，因为我就讲伫看戏出的时阵，可能是因为戏出的关系，我就讲迄阵我无看到迄个啥，因为讲什么啊，昆仔是有去做啥义工晓，还是志工去加歌地安尼，啊到这一集是上尾一集啊，伊嘛毕业啊，去做啥的。好，来继续读。这是不亚哟，社国区就是涉关关，还是咸酸苦涩迄个涉吼，因为汉字是，当然因的写法甲咱的汉字的写法有淡薄无共啦吼。我会记讲做是不亚吼，涉国区想要按新竹区的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去这间教堂。昆仔神必须爱先按大学行一段路去到新大久保，新大久好读文音嘛，新大久保站上车，坐地下电车，经过顺这个游游区的松林公园，游游区大木，所以有当时呢，我感觉读大我怪怪，我就大家知影游游区吼，游游区的松林公园路南。伫咧西北亚站落车，搁行15分钟的路才会到位。我先过去，因为功课伤无用啊，所以伤无用啊，真罕咧上教堂做礼拜。自从因阿母啊柯秀英来东京了后，伊随往往含关马西陪因阿母来这个中路教堂做几落届礼拜。尾啊，因阿母啊转台湾了后，伊就无搁来过。即阵啊，若毋是关马西伫咧上野公园，又搁重新邀请伊来即间教堂做礼拜，伊诚恳又搁热切。因为前面的关系歹拒绝，伊就决定找一个礼拜日啊，才搁来即间中路教堂。即个礼拜日，我先决定教堂做礼拜，所以就清查整齐，坐地下电车落南，无到20分钟，是不啊就已经到啊。行出电车站。西行一段路，就来到迄个可能要找路哟。拢低头走了一段有道，是迄有出坡还是安怎？我唔知影。有诶，可能有吧。我无。头行一段巷路，5巷路的正手边座位坐落来。这一个夜头，就看到关马西已经坐伫咧圣堂上的中路椅仔顶，伊穿乌色的圣袍，边仔是头毛白苍苍的主讲牧师。我伫咧头毛白苍苍的主讲牧师的倒手边，伊早就闪着雅神按教堂的头前门行入来教堂内底，欢喜的眼神。来看倒转来，规个面就袂像那美丽去迄种白苍苍的牧师领唱诗歌、诵读圣经的经文，是大下或者是信徒，又搁甲咱讲自信转来雅神身上，互伊感觉歹势，就互伊感觉小可歹势，面煞红起来。雅神一直感觉关马西。清茶但也拢无遐尼不修边幅，
因为人不修边幅，伊讲，所以伊就讲伊迄个男男囡仔迄种喇叭，都爽好势，还是那个安尼闪闪灵灵安尼啊，即个警察啦吼，然后讲伊反正安尼。落爽，我是讲落爽吼，头毛也无洗，阿妈呢啊，又个关鸡无食饱，暴露出下面一大截裤管，肾袍的扣子可能又掉了，暴露出下面一大截裤管。我感觉这个行甲走，当然中文这个语境是不是？有当真正用走诶，毋知呢，我就讲即个中文汉字甲台语汉字字共意思无共啊，对啦，对啦，欢天喜地啊，去用高情，当然就无至少去一届嘛吼啊，欢天喜地，喜地，欢头喜面，好啦。天到无是讲笑头笑面，反正真欢喜就对啊。因为毕竟在他乡外里，啊个做对啦，迄个关妈生当然是基督教的家庭，伫厝里就是拢即种，因老爸嘛是牧师嘛，所以大概真熟悉。毋过毕竟去到他乡外里的时阵，有当阵啊，因为伫日本即种基督教。天主教的信徒，敢若1%，无敢2%吧，1.2%遐是偌济，所以人口数足少的。所以，日本迄边就是因为迄个时阵16世纪末期，伊真欢喜，家己的手压掉，礼拜就做中文的语境，当中是讲。迄件代志到底是真？当然，找台语有一个真古的字词，等于有讲惊疑、惊吓、着惊是敢若真正来啊呢？所以做才做礼拜，尾啊就徛伫咧门头时嘛。伊头毛白苍苍的牧师总是算主人家，大家来做礼拜，做煞了后。还是清安问好嘛，还是讲准备要休息嘛，所以伊就关妈生就是含孔阿信安尼算做即个啥应接，也是欢喜的动作了。因为你教堂做礼拜嘛，就含白苍苍的含徛伫咧门骹口，含每一位信徒。三照门，小叫喙的白苍苍，行伫咧灵园道顶缘，看到马西忽然间换做一种真乐强的开口对雅信讲，伊是讲兴奋嘛，所以就兴奋，过来就是可能牵涉到迄个人诶，可能身份，可能地位。可能气氛啊，所以会有无共的用字用法啦呢，所以兴奋当然是照字读无问题啦，吼啊，像你讲一个痛潮嘛是恶的嘛，对吧？错一条一条嘛，吼还是啥物其他的讲法啦呢？所以兴奋甲台语兴奋，敢袂使完全共款。我无确定，毕竟这是有当阵一种，安怎讲，放空主袂读法嘛。所以，中央教授的想法是啥？
因为我讲这个事长过骨就改，热狂，活跳，欢喜，跳，哦，所以关马生忽然间换做一个真重的口气对雅信讲：你敢知？啊，你知影无？今仔日詹尾水要来东京呢，詹尾水，雅信嘛惊甲叫起来，两只目睭瞪啊大大蕊，几点要来？关马生看一下手表就讲：即句就要到啊！咱即摆来去上拄啊好，是要去倒位咧？啊，你也毋知东京火车头啊，伊个耳孔边袂输，阁响起，毋通去甲人插禁地，毋通去反对官听哦，所以伊就，我就讲无迄个记忆点，就是无好记讲迄个。滴滴嘟嘟，滴滴嘟嘟，想要讲个点去，滴滴嘟嘟，所以伊就滴滴嘟嘟对干妈说讲，不要紧啦，行啦，斗阵来去啦，有真侪人要去火车头等你占位水呢。听你讲有200-300人，连我即个读新学的都要去啊，你即个读医学的哪会无爱去啊？你知影无？占位水甲你相款的，也是读医学的呢。雅信心内有足多的无愿意，800般的不愿意。真加去，百般顺从，真听话，所以用真。雅信心肝底是真无愿意，煞互关马生真固执，拖咧拢，也只好对咧坐路里。关马生又搁对雅信开始开讲，伊咧讲：你知影无？接到占尾水了，大家要顺线伫东京。雅信目睭瞪甲大人进去，人静静。敬人头前，敬人面前。敬人面前，所以敬人面前，人静静，人静静，头落。当然，你要露面露脸都会使啦，抛头露面，特别是富人人好，怎样是好啦？等去到咱海印伫咧滚架，欢唱直落，只是一字也讲袂出。游行了，顺续要去国事，游行了，顺续要去国会议事堂请愿，关马生安尼讲，有缘无话。迄个台湾议会机个讲话，一直到我进东京火车头的时阵，关马生才阁想起一件真重大的代志，要为真好看，哈哈哈哈！因伫咧东京地下铁的电车站落车，就爬到地面。就看到东京大火车头前已经有组织大阵的人，人大部分拢是台湾的留学生，有举旗啊，有打标语的，规阵慢慢咧刷叮当。真显然，占尾水还未到位。关马生带雅信行迄阵人，伊愈接近伊的时阵，脚步也愈紧，慢慢啊甲雅信拼伫咧后壁。雅信看伊迄队人，雅信看伊一堆人一个一个打招呼问好，无偌久就密入去，就稳入去互迄阵人规个往去。即个时阵，雅信伫
伫咧伊要离开归人码头，对伊敬介话，下面小倒倒下面小番头方向的方向行去，背着他们，应该是咧讲翻转头，有翻倒这种背着，敢会要我查，讲这种手叶后，这是背对着手背的什么货嘛？但我甲这个可能个无啥相款。背着，背着，这个背着不是啦，伊这个背着是拢较形象上的，毋是实体的，什么手叶后。什么暗看别人，无啥相款。伊即摆是讲下面颠倒头嘛，就讲迄阵人拢行喺头前去啊嘛，所以翻头还是倒头，即个三里讲的即个就是无共方向的去嘛，所以反正就是伊就下面无共方向，就同对方向的方向去。若是只行一段路，还搁伫咧忐忑伫，就是心肝噼噗跳，所以就是咧讲伊心有心的迄个意思嘛，和心有关系嘛，所以就是噼噗跳、噼噗唱、噼噗跳、噼噗唱，所以心悬心鸡。心肝噗噗唱，落落错，就讲，还搁伫咧伊，忽然间迄阵人滚架起，迄阵人就随对咧雅信后壁，轻骹步来观望，就是徛咧边仔看嘛，就是看卖到底哪观望。罔看，渐看，就是点点啊看咧，看到底是啥物状况。看情形，渐看，无来丢毒，等伊行完了，伊就闪起一字是要清完游戏。嘿叫，呛流，一大群人嘿叫，方向行去，真侪日本人拢停落来看。有史以来头一摆游行，伫咧公岭，又搁真岭当然是公岭嘛吼，节清气，节清气，所以毋捌看到过嘛，因为。这是1925年左右嘛，所以就是地嘛，所以这边安怎讲呢？总是安怎个？所以为了这300外的台湾留学生，有史以来头一届游行，搭字画旗卡，雅信哪不安，又搁哪好。想要知影因到底要做啥，想要对去看，又搁烦恼，惊别人误会伊一个查某人也有护城池，入口的所在有严密的军警伫咧守护。护城池外围有一条日北国大通路，含迄个凤江头前的大路，垂直高车，敢会差你讲，坦克。垂直，直接讲垂直，还毋过，还是啥物讲嘛？啊，
徛伫角嘅状况，徛伫吼，徛伫摊徛，垂直，高曲角。嘛，你毋可能用摊徛安尼好做啥？所以伫即搭遮条立碧国迄条大通路就倒弯，顺河声池行上立碧国大通路，立碧国公园的方向行进前，那是倒咧队伍后壁，来到河声池前，伊看到迄个石青翠色的池仔水，翡翠斑嘛吼，翡翠斑。所以，翡翠玉、绿波，即种讲日啊红翠，或者讲日啊的部分啊。当然，翡翠是照字读啊，翡翠。翡翠，这是宝石甲迄种啊。啊，毋过咧讲形容迄个色水啊，所以色，所以若是绿色、池水，有诶落伫咧街仔路，另外有2张飘落伫咧那日日，有震动骨落水嘛。迄个队伍就乱去啊，就扭足长，因为头前的人继续咧行，后壁的人煞停骹伫咧检查，后壁的人煞停骹伫咧捡宣传纸，即个可能检查迄个意思啊，而且在政治之下已经害惨真久啊，是缅甸的总督独裁是日本立宪，是缅甸的总督独裁是日本国立宪的体制，官员成立台湾选民议会啦，来啦，同情台湾的人啊，来参加阮台湾人的请愿运动啦。啊，伫迄个宣传纸的另外一边又搁印世界和平的新纪元，后方哥的玉山，看，美丽的台湾，这搁奥的啦，卖伤赞，庆动欢来看玉山，看台湾。等下先甲迄2面的诗文读完，迄个队伍的头前，迄个庄严徛伫遐的国会议事堂大楼必定。这个故事依然即种总算讲要读书，3页完。邱雅信伫咧东京旅程来到台湾，早就伫咧伊要返来台湾的3个月前，为着要互雪主到台湾会当帮助伊的医务伊的要做医生有一寡医疗上的业务还是啥嘛，所以为着要互雪主到台湾会当帮衬伊的医务，我叫伊干那做一寡组干的佚头，伊就出钱互伊去。伊就出钱互雪主有去啦叫伊去上3个月护士助理速成训练班，拄好伫有去按训练班训练完毕，关马西知影雅信行李款好要返来台湾，也决定要量早结束伊伫咧新学校的助教团队生活，和雅信并共一班的。船班打算要含伊做伙返来台湾，本底是约定伫咧东京大火车头会合，做伙坐火车到新湖，才做伙上船。但是要离开的即个下早啊，关马西煞雄雄敲电话来讲，对雅信讲伊要慢一天走，有重要代志伫咧身躯边，袂当照原底的时间走，叫雅信家己先离开。怀疑伫咧新湖还阁爱等1天的船，就伫咧新湖的码头才会合就好啊。
若是若无法度，就照原底的时间，含尤其做伙坐火车新雨落南去。伫咧新雨的码头上，雅信含尤其拢是讲东张西望嘛吼，就是上规波久，可能是安尼吧，可能还未找着，还是要找进前，咧找的时阵就是会安尼，毋知咧上3年，看上看落，看到就是水平色的、顶个色的，还是啥物色的嘛吼。看前看后，看来看去，看上看落，吼不管。伫新雨的码头，雅信含有去就看来看去，等规半晡，也无看到关马生影。最后开船的时间到啊，才古不离种含有去登上尊现的铺推，想讲关马生大概啊，雄雄改变主意，无要转台湾啊嘛无得惊，迄个铺推就慢慢收起来，船也看看离开码头，暂时是绝对无要转台湾啊，就含有去行入去船舱放行李含一寡衫。搁按船舱出来的时阵，船已经接近港口的灯塔，因为有检查站，所以船就搁慢落来，差不多到完全停的速度。这个时阵，雅信注意到一只细细只的白色的气艇哦，这个气艇，当然迄个时阵应该是讲。细只白色的，我无坐着船，要赶船，就可能用这招的吧。这种灰船、气蓬蓬舷啊，蓬蓬舷，蓬蓬舷，这是什么舷？蓬蓬舷，这是日语吧？蓬对啊，蓬蓬舷啊，这是蓬蓬舷啊。灰船、气船、蓬蓬舷，不管反正比较高价船的淡水嘞吼。这个时阵，雅信注意到一只细细只的气船，按港内的码头迄边驶足向的划来，冲扫出两条的水波浪。波浪。两撮水影，两撮海影，因为迄船细细只啊咧冲嘛，所以就是倒面一条，正面一条嘛。当你讲波浪，当然嘛是一种讲法无问题，可能水影吧，我咧想，会使无问题。冲起两道波浪，所以应该是啥？要么伊画落去两条就走出来嘛。画出两条水影，摇旗啊，袂输，搁安尼画休，一直这只大只船的船尾划来，雅信感觉真好奇，就详细去注意迄个气艇，迄只气船顶悬徛的人，不知不觉煞大戆影起来。迄个迎风焦点头船尾去，果然关马西也真早就看到伊啊，在向伊下手，献出一种一直有的弥勒佛的笑容，面露他惯有的弥勒佛的笑。这只气船划到大船的船舷，船顶就甲铺推降到气船顶悬，关马西就爬上铺推来到船面甲板顶悬，翻头向迄个气艇的艇顶下手，目睭送迄个气艇射一个大弯，就翻头转去，扬长而去。当然，迄个是啥？中文敢若拢定定用这种，敢若真有气势，扬长而去。可能扬长而去，臃肿而去，半空珠杯安尼读毋是袂使嘛？丢去。丢去，就是去得掉啊，丢去。关马西船长，等船长叫另外一位水手带伊到伊的舱房，甲行李经常安稳，伫迄个安静的大河内海起行。
关妈生这个时阵才4月去找雅信，水花加一堆吼，卷起千堆浪花，卷起千堆浪花，水推进去，当然是迄个叫啥水叶啊，迄个嘛，英秋海水花。秋英秋，海水花，海水烟，所以可能就是看迄个警察吧，就是讲是伫咧，啊，搁伫咧水面的，所以即个时阵，因为推进器伫咧海里，对吧？伊的身躯边真久啊，拢无出声。最后雅信细心才向着看到伊，不其然看见他，就点点划过，也拢无出声。是最后雅信细心才向看到伊，才哇，台湾啊咧，好佳哉，你阁真巧，阁会晓叫气船载你来，出钱就好，我毋知。关妈生听完了后，就嘴啊离塞塞咧笑。这个时阵，徛伫咧雅信另外一边有妈生袂输，敢有真济话要含雅信单独伫咧讲，就也真知空，惊讲要转尊称整理衫裤，就向雅信告辞。头水咧就离开因。关妈生看有去一个行远，就搁较有话讲，无等待雅信问话，就家己讲起来。你毋知哦？临时要转去台湾，一寡教友拢来要相送，要送也好，又搁叫我甲因主持最后一个临时的礼拜，才袂得通含你做阵来信号。安尼还阁无要紧，偏偏坐火车袂赴，换一班火车才到，走来到码头，船都已经开啊，才临机应变，拜托迄领港的汽船载我来。讲到这，关妈生又搁嘴啊开笑一困，咪笑一困，讲万事佳哉上好。家在上好，哈哈哈哈！雅信看伊笑啊，对咧笑，伊伫咧笑伊一切懵懵懂懂，随遇而安，可能啊安心自在。当然，我就讲几年啊，我拢伫咧讲，咱想要万事万行，拢应该爱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啊，当然，中文讲随遇而安。当然，个人啊，什么无入不自得哟。时教一位大，一位熟，大久就知哟。所以我感觉，懵懵懂懂。懵懵懂懂，对吧？懵懵懂懂，对吧？懵懵懂懂，D。懵懵懂懂。但是莫笑伊糊里糊涂，袂输那米粉。人是戆人有戆好，啊若无，哪会无坐着船，搁会遇着气船，气船吼。偏偏迄个厅长又搁真好心要载伊来，偏偏即个大只船伫咧灯塔的检查站搁停落来。雅信想咧，又着搁较欢喜伫咧笑。但是关妈生的面色煞规个停落来。用一种真无共款的气口对雅信讲：“你知影无？有一件代志不妙。”我是讲不妙，讲不好啊，怪怪。伊时的代志最真着紧嘛吼，啊毋过我的理解是可能讲用迄个啥蛇心条，类似蛇心背北迄种。对吧？糟心吼啊，伊嘛上真容易糟心，遮心遮肝嘛，我叫遮心遮
出没集啊，我哋应该读完。对啊，侥幸被绑，所以就是我是讲交集，我是来讲侥幸，来过来一解。交集当做灰球星，灰球星是一种的咧，一吃生迄个会死到你的灰球星嘛。目青目黄，着急，就应该是着急啦，真着急咧问嘛，因为有人用掠去安尼，着急，目青目黄。心公会得，心公会得嘛会使啦。心公会得，那有犯到什么代志？就讲咱看台湾含内地法律无同啊，是台湾以内地司法，这是什么字数？唔知。所以台湾总统府甲日本竟是听中间的法律旁。在内地非法申请登记，调工制造两个所在法律的矛盾，是违反着因什么台湾治安警察法第8条第2项的规定，所以才甲人掠起来，掠起来了，敢有甲刑判，敢有甲判刑啊？哪一个有啊？哪会无判刑？我所知影的是，詹伟水和谢培慧拢判4个月徒刑，李廷玉和蔡慧茹拢判3个月徒刑。其他也有真侪人，也有判刑的，也有罚金的。现主是判刑的，拢伫人仔内啊。詹某水也伫人仔内，伊毋若伫咧人仔内，伊是头一个互掠入去关在人仔内。关马西黯然神伤，黯然神伤一回，就是咩？迄个什么？对，无讲介好势啊。黯然，那个这4字可能4字，我感觉可能无入啊2字咧。4字无2字咧。红暗去，惹起来，黯然。暗淡、暗色、傲山色、落气，所以算4字哦。落气，金属给了落气，黯然神伤落气，所以张荣辉会批这中台字书顶有修黯然神伤是落气。所以关马西就真落气伫咧讲，这话讲完了后，关马西和区雅信就相上无话通讲，就翻头去看田径安宁新湖出来，因为按东京就有人去到新湖，然后去到新湖了就行热河内海，可能顺迄个啥九州的东华迄搭遐吧。我咧用，我咧猜想，所以点睛，甲安宁是同款的啊。我讲点睛甲安宁是相款的啊。有当中迄中文迄种4字词，其实就是安怎讲，头前2字甲后壁2字的意思是同款的啊。啊，因为迄个时阵，这是是几个啊？未拄着风台嘛，而且未足吵，还是海上
点睛。点睛，就是睛。安宁咧，其实安宁嘛，安宁，即摆讲什么安宁病房，安宁点睛，安宁。点睛安宁，点睛安宁，这是教字通的名，所以。无话通讲，就搁翻头去看点睛安宁的偌好，就轻轻仔咧吐气。尤其忽然间伫咧分面出现，伊来到雅神的较只后，袂输敢若毋敢甲因搅扰，确定伊含关马生无搁再讲话，敢若伫咧看海景的时阵，伊正淡淡仔行我紧。行我近雅神一脚步，细声对伊讲：“可你有啥嘛？饭厅要开始会让食饭，饭厅里快要开饭了，会当准备来食饭，所以饭厅里快要开饭。餐厅敢若好通食完，尤其着翻头先行转去。”准称，雅说互关妈生啥咧？对伊讲，雅神姊啊，要入去食饭进前，咱做阵来退咱迄寡互关伫人仔内的人，祈祷一下好无？祷祷啊就好啊。咱在天顶的爸啊，主耶稣基督，即个关妈生嘛真够找机会啊。好啦，因为即个啥，龙刀山的第二部曲，道。的第十章，读到遮总算读煞，因为头尾100外页，嘛读了几落解，所以反正看戏出是较趣味啦。你若伫 YouTube 顶悬找，会使找到戏出啦。所以小说的部分就是台语，这个部分就是变成安怎讲，看技术条，敢会使？将迄个啥能力，真侪字词毋捌的，所以就是透过读个过程，拄到一寡字词毋捌的，就是找字词典嘛。即马工具遮尔济，才方便着。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龙刀山的第二部曲就暂时先读到遮，读到遮第一章读完啦。感谢收听，谢谢，拜拜，再会。